中山大海团队最近做出一款1分钟可当来验出年牛的金马量的机器，农民嘛当透过网络来监控，提升产年量。这个细细粒啊，四角形，大概敢若手部大的白色鸭仔，是中山大学的研究团队针对人牛养殖所研发的计算间检测机。透过这块晶片，只要1分钟就会当测出人牛的鸡肉量，让农民不管是知影这只牛爱如何调整照顾的方式，提供人牛所需要的营养分，会当增加1成的生龄率。让这一般泌乳期之后，整个牛会瘦到非常的瘦。所以我们要让它再受孕是很困难的事情。那它的泌乳期可以延长，那所以它赚的会更多。然后可以知道说它的产乳量，那它的健康状况，然后以维持我们牧场比较好的营运。所以对于有比较新的科技这些东西，我们当然都是会乐见其成。研究团队指出，新的检测会当延长人牛的产龄期。以咱全国目前大约5万只人牛来估算，有机会会当创造出41亿的收益。不过，咱国内人牛产业即摆将要面对的是开放纽西兰进口牛奶。云林县人牛生产合作社认为，对市场介绍一定有冲击。大家拢会感觉讲，阮若饲料更较好的时阵，咱的饮品的品质会用互大家知影。大家若用拢会用去啉咱国产的牛奶的时阵，当然就对咱的影响会更加上低安尼。就算有进口牛奶要来竞争市场，农民也是认为，只要提升咱的养殖技术，将品质顾好，咱国产的牛奶也是有竞争性。记者柯家如、邱朝阳采访报道。